你可以发明出来一个东西，我可以送给徐峥、王彦辉，帮助他们减肥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每天都要去上厕所去方便，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就顺便把体重给称了啊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情。我的天哪，你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，就是说你不想称也不行。啊，已经做的差不多了。黄渤老师，我们一起我把它完成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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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是我一看型，我大概知道这个壳要套在那上面，是吧？对，其实道理很简单。哎，你活做的真仔细，就这上面你连这个点儿你都把它锤出来啊！啊，防滑嘛。天哪，你可真厉害！把一个一个传感器就是放在上面。哦，这里边是放的传感器的啊，对，用这个缠一下。哇，黄渤老师我看也很专业。哦，没，就是这样。严丝合缝。把它的显示器。显示器。来，黄渤老师帮我扶着一下，我把它焊上。行。我试试这边。哇，黄渤老师真看过。你瞧瞧，刚表扬完了，这是。啊，不要用手摸啊，不要用手摸。差不多也点上了。确实点上了。造型黑白分明，很有北欧的这个设计风格啊。有了这个秤，它就会时刻提醒你，它就会告诉你啊，今天你偷懒了，你的体重没有下降，然后还可以冲水，冲水的重量是没有的。黄渤老师，咱们做个小板凳试一下，称一重自己多重啊！我最近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啊。给自己一个减肥的理由，然后为了王彦辉老师拼了啊！哦，这不对，不对吗？这不对，哪有这么沉？你确定那个传感器是准的吗？我确定，光这4个传感器加块表是1500，这么贵呢？对，精密传感器，小数点后2位，精密传感器，小数点后2位，板凳30公斤。哦，对，我说呢，你这铁板凳太沉了，你这个真的是，哎呦，好沉，我的天哪！黄老师，如果说觉得喜欢，我可以把它送给你。别，你不用，这个不用送给我了。我觉得这个徐峥老师或者是王彦辉老师，我觉得都需要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再怎么定制，也不如自己做的东西有感觉啊，对不对？后边我们就先约下来，有机会我过来找您多做点手工，跟着你改变一下这个脑回路。好的，随时欢迎。谢谢，感谢。